再来关心这护理师的权益，这是高雄有一间连锁的西药剂的诊所，和护理师甲指控讲，唔但是劳保呢是甲价无，而且呢爱因超时排班，佮乌白甲扣加班费。长期的剥削，或者护理师是挡袂牢，全安尼实施去。16早起，这受害者是伫护理工会的陪同之下，去到诊所外口来陈情甲抗议。也那劳工局就是讲呢，已经接到这申诉，即马等咧调查。另外，诊所的部分因是大公告来背回这的指控。违法不实数，违法不实数，扣加班费，扣加班费。一阵护理相关工会成员头曝被捕掉手提牌夹，大声发出对诊所恶职做法的不满。护理师指控，三明区这间西药剂诊所长期剥削金，用工时银行的概念，病人若少就叫伊先休困，下班时间到啊，人若坐就爱继续上班，上无到8点钟爱用假来补，超过8点钟累积起来加班，无超过迄个月总工时就无算加班费。恶质的做法，和护理师挡袂牢，只好辞职。想要到诊所，阁唔放伊煞。我的同事他们都有去把那个副食数的钱还回去给公司，因为他们就是很害怕，所以都还是有私下去找会计把这些钱结掉。对，然后像我跟这次的受害者另外一位同事，就是不愿意把钱交出来，然后他们就一直说，那这样子我们就是要告你。在员工要离职的时候，还被雇主注记说这个人没有还违约金，所以他会让他的未来求职之路受到影响。受害护理师讲，诊所内面大约有30名员工，陆陆续续有人辞职，因为诊所会提告，所以有真侪人拢是选择行钱。伊一摆跳出来控诉，就是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认真看待护理师所遭受到的不当对待。对此，劳工局表示，案件已经受理，目前已经伫咧调查当中。现在就初步检查所生工时、工资以及加班费等相关疑义，依行政程序函请事业单位陈述说明中。后续如确认有违反劳基法的事实，将分别依法裁处2万至100万元的罚款。针对护理师的指控，诊所早起是将铁门救落来，公告休诊，打电话也无人接，只有伫玻璃顶悬打2张护理师的薪水条，甲1张简单的说明，讲因的做法是变形工时，唔是工时银行。关于薪水的部分，拢有照起工法，无乌白扣钱。记者柯嘉如、郭朝阳、高永昌报道。